伫台中太平有家长投诉讲，这2岁后生伫幼稚园可能互教保员抓起来害，甚至拖去弄壁，那规身躯拢互了着伤，而且伊的头壳同款有乌青。幼稚园是驳回讲，这是含囡仔伫咧耍。针对这部分，教育局也要介入调查。监视器的画面翕到这个教保员，甲查甫囡仔的手骨抓咧，掠害来害去，连续害几下了后，还佫用2支脚甲夹咧。查某囡仔想要离开，教保员佫连续甲掠几下解。这款的画面，互家长看了真唔甘，质疑伊的囡仔伫幼稚园内底受到不当的对待。小朋友这样每天晚上惊醒，哭着说我要出去找妈妈。一个2岁的小孩，他只能表达大概10个字左右，这都是很大的创伤。家长看到囡仔浑身顶的伤，发现手甲尻川拢有去咬到甲乌青，甚至头壳嘛有乌青。家长唔甘2岁的囡仔，这个月才去台中太平读这间幼稚园。不过初10下晡，甲囡仔接回来了后，就发现有袂少空喙。幼稚园的负责人解释讲，去用指控的教保员伫遐做4年啊，经验是真丰富。迄当阵是甲囡仔咧耍，并不是挑工的。就是因为游戏嘛，那我们把脚开开，关门，open and 小 ，open and 小，老师在唱歌有动作的。所以不是用双脚去固定它。没有啊，他要开门，然后不要，老师就开门就让他出去了。幼稚园强调讲，迄一天就已经启动校安的通报，嘛会配合厘清囡仔受伤的原因。目前这个教保员也是正常上班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专案已经依法启动调查。与初步检视监视器画面，教保员已有视力不当及情绪管控不佳等情事，教育局正进一步查处中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若是确认有不当的对待，会以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处罚行为人6万至60万的罚款，而且通报1年至4年，或者是1世人拢袂当伫教保服务机构食头路。幼稚园嘛会罚款上重6万以下的罚款。因若家长这边是真恶接受，嘛已经甲律师建议提起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